大家好，又係我阿雪啦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猶太拉比問嘅4個問題：邊個係有智慧嘅人？邊個係英雄？邊個係富有嘅人？邊個係值得尊重嘅人？米士拿裏邊呢有個 Lexikim Order 有咁樣嘅記載：誰係有智慧嘅人呢？就係嗰啲可以喺每個人身上學習嘅人。誰是英雄呢？係嗰啲可以戰勝私欲嘅人。誰是富有嘅人？係嗰啲願意分享自己所有嘅人。誰是值得尊重嘅人？係嗰啲尊重別人嘅人。我喺大學咧有2個朋友咧，都係不約而同話呢段咧係米士拿最精彩嘅部分。我都覺得拉比咧講得非常有理，深有同感，所以有一啲嘅分享。任何人咧都好想當師傅，但係學無止境，總有你唔知道嘅時候。嗰啲願意謙虛喺任何人身上學習嘅，先至係最有智慧。即使弱智人士，你都可以喺佢哋身上學習到你從未學過嘅嘢。為國犧牲係英雄，血染沙場係英雄，救急扶危係英雄，捨己為人係英雄。但係你知唔知有啲嘅事情比以上所提到嘅事情更加難做？就係我哋心靈裏邊有一私欲難以勝過，為咗一己嘅私欲違背倫常道德，為了一己嘅私欲賣友求榮，為了一己嘅私欲埋沒良心，能夠戰勝自己嘅私欲先至係真英雄啊！嗰啲唔願意同人分享，只覺得自己唔夠。嗰啲能夠同人分享，係因為佢哋覺得有緣，所以呢啲人先至係真係富有。我自己經常咧都忘記別人嘅名字，即使做咗同學1年，我都唔記得對方嘅名字。但係猶太人唔同，名字對佢哋嚟講好重要，係尊重別人嘅表現。即使一聲嘅問安，都要加上對方嘅名字。咁樣嘅問安真係唔一樣，令我感到對方知道我嘅名，有被尊重嘅感覺。即使係軍隊，佢哋咧都係用名字相稱嘅，唔係以編號嚟代替名字。世界上各種嘅戰爭紛亂都係因為唔尊重別人。600萬嘅大屠殺係歧視嘅結果，家庭嘅吵鬧係因為唔尊重別人嘅結果。大概2019年呢，我聽到一篇嘅講道，係關於夏娃被蛇引誘嘅。講完呢，就用咗2段嘅經文做比較。喺創世記嘅3章6節，於是女人見那果樹好作食物，又悅人嘅眼目，那樹令人喜愛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她就摘下果子吃了，又給了與她一起嘅丈夫，他也吃了。另一段係約翰1書2章16節，因為凡世界上嘅東西，好比肉體嘅情慾、眼目嘅情慾和今生嘅驕傲，都不是從父來的，而是從世界來的。我將呢上邊2段嘅經文呢，再加埋耶穌受魔鬼試探嘅經文呢，做一個對比。我發現魔鬼所用嘅伎倆不外3方面，我哋要小心啊！喺創世記呢，佢講佢話那果樹好作食物，就係約翰1書講嘅肉體嘅情慾。魔鬼就係用石頭變麵包呢嚟去挑唆耶穌。創世記講到那悅人眼目，那樹令人喜愛，就係約翰1書講嘅眼目嘅情慾。而魔鬼就係用萬國嘅榮華嚟引誘耶穌去拜佢。喺創世記講能使人有智慧，因為驕傲就想得到更多嘅智慧，就係約翰1書嘅今生嘅驕傲。魔鬼就利用呢種嘅驕傲，就慫恿耶穌喺聖殿跳落去，以證明自己係神嘅兒子。而家你哋睇到魔鬼所用嘅伎倆啦。如果我哋活出拉比所講嘅，我哋就可以勝過一切嘅試探，唔單止戰勝肉體同埋眼目嘅情慾。當我哋放下自己所擁有嘅，與人分享，放下驕傲，去學習同埋尊重別人，你諗下呢個世界會變成點？時間差唔多啦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，再會。